今次开始来关心2005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峰会，要伫南韩的庆州举办。咱台湾的领袖代表林信义，伊昨昏已经到位，伊嘛参加。欢迎安倍的时，有特别勉励咱的外交人员，就爱加宣传台湾。也讲这几年，咱台湾伫 APEC 的能见度已经是愈来愈好。第3遍代表台湾参加 APEC， 林信义离北到韩国。 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这回伊家己细汉查某囝林文山做伙去，在这边担任重要的责任。林信义伫咧暗面安尼讲：本来我想告诉总统说，我已经70多岁，快80岁了，但是我非常担心总统说90多岁都代表了，秘鲁那么远，你也没有问题，韩国这么近，所以。 我就没有办法出口，就没有理由婉拒了。林信义也勉励每一位外交人员，拢是台湾行向国际代言人，就要利用驻华或者是各种国际交流的机会，尽可能侵入当地文化，交当地朋友。在这摆局势，经济领袖会议更加是台湾难得会当参加的峰会。多年来，我们透过积极的参与，台湾在 APEC 的能见度不断的提升。 也对 APEC 的区域的繁荣发展做出具体的贡献。照 APEC 议程，30开商部长记者会，咱代表包含科学园区的主管机关、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加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年，会说明台美关系谈判议程，也有去美国投资的相关事项。过来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30个场边会晤，议程上尾2天回答习平长联婚演讲，也有经济领袖会议。 台湾领袖代表团下榻饭店周边挂起红布条，做好预备。除了总统府资政林信义，外界也关注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是否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回有机会互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加政治领袖做伙，美中关系伫咧这回正电加变化，每一项拢牵动地的政治。大家也继续关心台湾接落来所面对的国际局势。记者综合报道。